希伯來書第2章，因為這樣，我哋一定要堅守所談嘅真理，免得本潮流打走。天使所傳本我哋祖先嘅道理，已經證明係確實嘅。所有唔順從，也係悖逆了道理嘅人，已經受到應得嘅責罰。既然係這樣，那係我哋忽略按太嘅拯救，樣板三得走責罰呢？也拯救最先係主本身講嘅，佢度聽到嘅人已經對我哋證明過係事實嘅。上帝自家也用神蹟、奇事、和各種嘅大能來加強基督嘅見證，同時佢又照自家嘅旨意，將聖靈嘅恩賜分我哋所講嘅將來嘅世界，上帝並冇交本天使管理，顛倒像聖經某所在講嘅。上帝啊，人算乜嘅，你顧念佢；世間人算乜嘅，你看顧佢。你使佢暫時比天使較細，你用榮光尊貴做佢嘅冕旒，你本佢管理萬物。兩位既然講，上帝本人管理萬物，當然係包含一切。事實上，我哋兩下並冇看到人管理萬物，我哋只有看到耶穌，佢暫時上做比天使較細，通過上帝嘅恩典，替萬人來死，因為佢經歷死嘅痛苦，就得到榮光和尊貴嘅冕旒。佢創造和維持萬物嘅上帝，使耶穌經歷苦難，上做完全，為到愛本眾子女向下享受佢嘅榮耀。上帝這樣做係當然嘅，因為耶穌做先鋒，親身帶領基督進入拯救，佢洗淨人嘅罪，佢讓基督得到強力嘅人就屬像一個阿爸，所以耶穌認基督做兄弟姊妹，也無看作見笑。佢講：上帝啊，我愛對我嘅兄弟姊妹傳揚你嘅名，我愛在全會眾嘅面前歌頌你。佢也講：我愛信靠上帝。又講：看啊，我老上帝所賜俾我嘅子女全部在了位。既然這道子女係有肉有血嘅人，耶穌本身也同樣上做肉體，這樣通過佢嘅死，佢能將確定死嘅權勢嘅魔鬼廢脱，又釋放基督一世人本將死嘅心捆綁嘅人。其明顯，佢唔係幫助天使，佢係幫助亞伯拉罕嘅子孫，所以佢一定要在各方面留佢嘅眾兄弟姊妹同樣，好在上帝面前做基督慈悲又信實嘅大祭司，來本人嘅罪得到赦免。因為佢是親身經歷試探和痛苦，所以佢立下能幫助基督受試探嘅人。